遐花莲县府对今日开始发钱予灾民，达好有5万，不过受灾范围这个认定是引起争议。县府要甲大马村、大花村部分邻里来做对象，因未当领这5万，都予这灾民真不满。县府是赶紧甲这2村的村民全部列入来，也同样是建议县府有灾民是无设户口，不过伫咧当地食头路，应该按放任限制来认定。农会客满灾民暂停摒扫工作，特别找出时间透早到场，要来领花莲县政府发的灾后慰助金，每户5万块现金。知道你们昨天原本可能领不到吗？昨天哦，我们不相信，结果早上一听到说可以领，我们赶快来。初三是第一天，县府伫真侪所在发，由户长代表来领。若是无身份证件，爱先到户政机关申请补发。初七开始改做公户农会等2所在集中定点来发，不过受在户政证范围，所引起风波。不知道什么16，15到16。原本的受灾范围甲发放对象无伫一大马村、大花村的部分邻里，引起不少灾户不满，也互关注民部落青年组成的自救会，讲要发动定情，县府才紧急更新，将全户纳入。县府跟中央说受灾户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对我们法单来说，我们整个部落都受灾了，不论有没有淹水，也没有人要来沟通，只有昨天突然说要发慰问金。然后又发的乱七八糟。除了大全大进之外，那其他8个村是全村来发放的一个原则。那另外大全大进的一个民众的话，他如果不是在本来被划设的影响范围的保全户的话，但有实际的受灾状况，那请去公所办理相关的受灾登记。面对自救会诉求，县府回应，公库乡目前8村拢是全村发放，中央建议县府对灾民定期应放领认定。那补助是补助户籍的这个住户。但是真正在这边住的实质住工作的人员，请这个县府中央去考量一下他的这个认定的范围。另外，赈灾基金会也报超过7.8亿，第一阶段已经拨钱1亿6000多万，用伫死亡失踪金组，甲每户5万块的家户清理支持方案。各界捐钱早就达成赈灾基金会原本设定的5亿的目标，按照原本的计划继续拨款到10月24。记者综合报道。